来看故宫的国宝翠玉白菜哦，12月16开始会伫南美馆的礼馆内展出。过去哦，故宫的文物借出来展览，上济哦只会当借5件，也毋过即届是借南美馆15件，是规模上大的一届。工作人员真细腻，对阿爸内面甲物件摕出来，4块认等徛几路位警察，就知影这物件是偌珍贵。配合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出游计划，即届和台南市美术馆共同主办，甲15件正称国宝再来到南部展览，包含清朝的翠玉白菜等宝物，10月举办开箱见面会。大概过去的惯例的话，就是每一个地方最多的话，大概就是5件文物。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到今年的年底结束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过去的这些文物的话，就是有出去故宫出游局出去的文物15件一次展出。那当然中间还是有点遗憾哈，因为肉形石没有来。也因为马香蕉甲翠玉白菜袂当做伙出门，不过这届展览有15件国宝，也是上届济一届。为了要保护这寡文物，台南市政府出动6位警察，24点钟严惩保护。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，就等于是有一点点变相去检视每一个展馆的一个标准的设备，包括它的温湿度环境控制。故宫希望跟所有的国内的博物馆携手合作，把整个展场或者整个展示规划的整个能量都提升上来。包括它安全，包括它的保险，还有包括它的展出的动线，还有包括现场的环境的温湿度，这些都是必须要依靠这个谨慎的做。这个非常感谢故宫给我们的协助。国宝到府城配合台南400年相关活动，伫12月16正式对外展览。特典也包含清朝原本清明上河图动画等所有作品，也会做回来遮展览，互民众感受到满满的艺术甲科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